虽然我们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大画家，但大家一定会惊叹它即将消失的中国非遗手艺啊！妹妹，上才艺。这次能不能敲一个83版的黄蓉啊？可以啊，有没有照片我看看？你看，就这个。可以敲，这个要哪个尺寸的？就弄那个大尺寸，蓝宝石琉璃的，40×50的。可以，但是大尺寸要敲好几百个小时，我不是什么大网红，又没什么名气，我敲出来会有人给我点赞吗？只要你敲得好，肯定是有人看的，是金总会发光嘛。你代表是咱们即将消失的中国非遗啊。那我敲好了，会有1万点赞吗？别说1万点赞，我敢给你打赌，至少值20万点赞，只要你敲得像啊。行，没问题，看看。依稀往夢似曾見，心內波瀾現。拋開世事斷愁怨，相伴到天邊。經百劫也在心間，因義兩難斷。作草四方，沙漠蒼茫，眼淚雪上撲面。綠草四方，沙漠蒼茫，那淚雪上撲面。